阮阿出啊，伫恁庙啊，甲恁惹麻烦吼，才来甲我讲啦。迄讨海人吼，靠海食清啊。拢是你害的。啥？啊，你看无，你毋就是假后吧？要开船出海，干！我袂等因兜甲你找麻烦就好啊。啊，你敢有在电话迄只船啊？啊？你等下吼，你手就摕安尼，说以后莫绑着手哦。听讲你会翘老摆哦。哪有可能？你若要甲阮做伙哦，袂当家己念嘛，袂使偷。你那屁，你走去倒啊！哎呀，锵！准讲有伊，啊伊袂好。我载你去行行的。你拍算安尼放我？